后来台中坐运随机杀人的事件，这个嫌犯伫咧车厢面顶压倒共攻击，其中一个长头毛的男乘客，虽然已经互抬着伤，也是动伫咧所有乘客头前来抵抗这个嫌犯。英勇的行为，互大家真懊恼，大家佫互伊一个外号“白头毛尾的马尾哥”。今仔日接受到访问，伊讲其实一开始伊嘛真无助，尾也加在有大家拢来斗相共。马伟哥的妈妈看到后生受伤，真唔甘，嘛困袂去，但是为这个后生感觉真骄傲。虽然红破着伤，也是不顾一切，和嫌犯相拍这个长头妹查甫人，佮和阿伯野雨伞拍过来的，抵抗甲又要无力，加在落尾大家做伙将嫌犯制服。勇敢的行为，互网友真娱乐，大家拢叫伊头长不要兄。反射动作而已。抢刀的时候，因为抓在前面，刀子压在这边，所以有一点受伤。手镜头啊，也受淡薄磕磕，嘴皮甲嘴唇因为着伤挺过来尖，讲话嘛无解清楚，倒伫病床休困。收起案发当时，也是心惊惊。大家已经退得差不多了，我再继续退，其实也没地方去。他就是锁定目标就是我想要抢，但我抢不掉。所以我就喊后面的人来帮忙，大概喊了3、4声以后，就有一两个大哥来帮我一起抢刀子。汉的这一温所当着随机攻击，伊上车进前都发现这个嫌犯怪怪。因为我错过前一班车，然后他那时候在我隔壁的椅子，然后我一坐下以后他就走掉，这一点比较诡异。他那时候好像一直抱着他的背包啊，有一些鸡精啊。水果。头前背仔向老母背点后生边啊，看到伤势真唔甘，规暝拢未困觉。他才出门不到10分钟，不晓得有这么严重。来的时候看到他那个伤口都深可见骨，那看到的时候眼泪都忍不住掉下来。我以他为荣。头前背仔兄多谢大家关心，会赶紧好起来，要继续参加后壁比赛。市长罗秀燕嘛感谢帮忙的乘客，互因一世人坐捷运拢免钱优惠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